我哋首先要知道乜嘢叫職專教育嗱。簡單嚟講就係讀書讀到中三之後咧，你有兩個選擇，一係學術嘅途徑，即係繼續讀上中四、中五、中六入大學出嚟；另外一途徑咧就係我開始思考自己嘅專業，我自己嘅職業。咁呢個就職專教育係有得讀嘅，範圍亦都好廣泛，譬如係設計啦，譬如係廚藝啦。其實我哋醫療衞生都有關喎。舉個例就係護理員，或者係保健員再上一步嘅咧，將來會見到嘅咧就係護理保健師啦。另外仲有係牙專人員咧，有唔少都係可以經過呢個途徑走出嚟㗎。仲有配藥員啦，咁可以見到其實職專教育咧嘅前景係好廣闊，而且佢嘅地位咧係可以一路加上去，即係話由資歷架構可能最低係第2，應該係護理員，去到較高嘅，去到如果你攞個專業嘅證書嘅時候，可以去到第5層嘅，去到第5級嘅，即係同一個大學畢業係等同。呢個係一生嘅學習嚟，但係我哋必須要確保我哋嘅學員佢係出嚟揾到工作，所以我就好需要一個對接嘅情況，即係話我哋必須要揾到一啲係需要多啲呢種人士嘅職業嚟到去配合翻係比較專職嘅教育佢，而且咧行業同教育之間係要有個好好嘅協調。喺佢出嚟之前，你已經話到俾佢知，你將來會可以去邊啲地方工作，甚至請咗，甚至你係實習嘅時候已經請定。嗱，呢個就係可以令到我哋職專係更有前景。當然啦，下一步就係我入咗嘅時候，會唔會人工比較低呢？我可唔可以繼續發展落去，有得10級以上呢？呢個就係我哋建設一個階梯，等我哋參加職專教育嘅朋友咧，都係能夠循住階梯一路爬上去。舉一個好實際嘅例子，如果我係一個牙專人員，譬如一個牙科治療師，有冇可能再進一步嘅時候，佢如果成績又好又叻嘅時候，佢考翻入去讀牙科學院而係慳咗譬如1年半年嘅咧？呢條階梯如果出現嘅時候，我相信會有更多後生仔係願意行呢條路，亦都有更高嘅認受性，亦都可以更加幫到我哋嘅社會。多謝。跟住